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国本，又到复起来的时间咯。近家台湾啊，迄个高龄化的社会，大家拢知。按样办要照顾总批，也係伴大家可以哦。老的個有法律，老的有健康呢，係一個輕重要的課題哦。台灣萬強5條社區啊，有一群老人家，佢哋唔單止可以自家互相來照顧，和本人那個後生的老人家照顧個年長的老人家之外呢，佢哋還去參加屏東縣政府舉辦的音樂比賽，還有得名哦。哇，係唔係真厲害呢？佢哋樣辦可以安尼。發得健康又有法律呢，可能今日特別邀請到5條水菜地的劉志雄劉大哥來同大家分享哦，可能接下來歡迎佢吧，歡迎劉大哥。主持人好，各位觀眾大家好，我係5條水的劉志雄。哇，劉大哥歡迎我哦，劉大哥，係關懷基點的隊長錯冇？你快些請問一下，今年幾多歲啊？我今年77歲。77歲，哇，冇講係感覺係62歲呢，冇安大嘅年紀呢。你劉大哥，我第二個講5條社區啊，5條有啲社區嘅關懷基點啊，5全部總批攏提嘅做發通錯冇？好。劉大哥，你嘅話我先請問一下哦，你之前啊喺睇咩工作啊？退休之前？我以前呢，喺個屏東醫院上班，都係處理微生素嘅屏東醫院。退休過後呢，我太太退休，嗰種我哋呢都睇下個102年嘅時間呢，縣政府都話我哋講話成立一個關懷照顧據點，我哋都要求答應嘅。嗰種呢，我哋都成立一個102年嘅6月呢，我哋都掛牌成立一個5條社區照顧關懷據點。你劉大哥，睇你哋成立一個關懷據點之前啊，社區地邊嘅老人家一般攏睇落下嘛，還係有其他嘅發通像關懷據點安尼嘅地方呢？一般喺社區呢，老人家呢冇乜嘅發通，嗰種人呢，為了成立一個照顧關懷據點呢，他間人都真歡喜，人哋去參加時間呢，也千多人來參加。因為呢，我也做一個5條社區重塑俱樂部嘅會長，嗰種人哋宣布一個消息嘅，大家人都可以歡喜。唔過一點呢，來一個參加嘅照顧關懷據點嘅時間呢，老人家學習呢，全部都80歲啊，70-80歲，我哋體拜搞掂畫圖，搞掂大致講。我都唔識詩啊，我也唔曉得畫圖啊，我樣畫咯，慢慢地搞，天天搞，搞到一定青蛙也畫圖開畫，也改非凡，因為我哋當初呢，嗱一禮拜一拜嘅照顧關懷據點，我做一定每日都會打電話問我，今晡要上課冇？今晡嚟冇？嗰種本他間人一個狀態咧，改歡喜嘅情況，嗰種我哋成立一個關懷據點咧。目的我哋太多嘅，他間來啊咧，我哋係做改道嘅健康操一條，本他間老人家咧健康有法律，有人強又有法律啊！真是談好了改好呢，因為以前冇一個關懷據點嘅時間，有可能大部分老人家喺度碌下冇行出來，有一個關懷據點嘅，大家都會出來向下來交流，係嘛？係，向下交流。像安尼嘅話，我感覺關懷據點啊，人哋嚟上課嘛，上得好好，樣辦開來去講，人哋做啲樂團來去參加嘅比賽呢。因為呢，一個104年嘅時間呢，一個紅道老人基金呢，可以成立一個不老樂壇。不老樂壇都之前我哋講，今年5條水呢。來成立一個打擊樂團好冇？我哋都講好，我哋成立高帽隊嘅打擊樂團。高帽隊，因為我哋高帽隊打擊，我哋冇專門嘅老師啊。不過一個紅道呢，都會派老師來指導我哋教人樣上課樣嘅。一個成立一個打擊樂團呢，對老人家呢一個眼力、聽力，一個合集力就合作力，對老人家嘅手眼嘅協調啊，一個記憶力都有個增加。對一個打擊嘅樂器來講咧，一定係嗰條哪樣樂器咧，可以對手腳啦、關節啦、為運動咧都可以有幫助。咁談好咧，真是幾好呢。不過劉大哥，我都談到一下，你樂團嘅名誒，很多高帽隊樂團，希望你哋表演嘅時候都衝嚟響響，就戴啲高高嘅帽嘅，戴啲尖尖高高帽嘅，
啊，色么都红色的，色啦都橙色的。哦，啊，怎么叫我上到用一个名，用一个名来做乐团的名？伊个出版的客法都讲啊，嗰個模啊，呢都安尼意思咧，你講啊，唔係高帽對的講，啊都用一個鐵樹啊，個鐵樹啊。真是像唔係行人吼，睇唔出嚟有個名嘅意思咧，高模樂團。唔係行人睇唔出啊，大家睇到有個名嘅是青納吼。青納嗰份已經啦，真是請等一下個。啊呢，有睇過大部分嘅老人家啊，地方有學過樂器嘛？啊，你講大部分啲老人家從嚟講係冇學過樂器啊。他個老人家連哆來咪發都彈唔出，所以啲我學啲打字一條歌啊，我學啊，我重複幾下日，我練，有啲老人家呢又帶一個音樂帶佢去彈，樂器我帶佢去練，練完當佢啊，他跟因為合作音樂3、4、40人，他跟合作打把好啊，唔係一啲簡單嘅事情。哦，啊你。聽講唔講，嘅人數有30個人，有個樂團按多年，啊人全部係唔係全部廣發基點嘅人全部都下去做一個樂團嚟啊？哦，全部冇一定講唔去參加，係哦。連一個合法好行動不方便咧，講到打字亦都坐到打啊，佢快樂啊。因為一個打字嘅合作音樂中間咧，有音樂咧可以激發到心靈上嘅快樂，佢舒服，聽到音樂。將我哋見到打字嘅音樂咧，唔單止我哋打客家歌嘅，我哋要打學山地嘅，原住民咧，高山青，河洛歌嘅，或者關於咧馬車夫之夜、夏夜嗰度，我哋見到已經係打差唔多有20條嘅歌。哇！啊，真厲害呢！啊，你劉太講，你都冇一個學過嘛？啊，偏樣過去練習，啊，你練習呢1久誒，你真可以出去講表演啊，也係講去比賽啊。哦，做埋喺表演比賽嘅時間，喺比賽嘅時間呢，做埋我哋要學嘅嗰叫嘅眼歌要記住。嗰種喺比賽嘅時間呢，差唔多要學3個月。啊，你3個月都去比賽馬上都得獎誒，你也真厲害呢，你都真有天分和天才呢。因為喺比賽嗰個呀，實在講，他肯定就可以合作啦。因為喺參加呢啲比賽嘅動力，他成發你嘅目標。學咗我哋參加比賽，有啲目標，有啲動力。所以他肯定天生嘛，我哋練習打，啊鬼啊嘛打，落嘛打。哦，啊你除了去比賽之外啊，你還有去到哪去表演嘛？最遠到哪去啊？哦，我哋最遠到台中嘛有去啊。哦，走到台中去，坐遊覽車去。坐遊覽車去。順勢去表演，順勢去聊。去聊係。係哦。台本家係附近嘅沙期嘅關懷之地表演嗰度。啊，將明年咧一個內部嘅樂團，李文古嘅樂團啦。明年都會邀請我哋去表演。差唔多減過年嘅時間都會邀請我哋去表演。哦，就有太太細細發展嘅時間，我請你去。係對。哦，嗰時候嘿，你有訂名之後啊，大家都提過，唔就是有一個青綠海樂團都會請你呢，係咪啊？哦，啊你兩辦當時咧成立練習有成過嘅，兩辦去想過哦，讓人來參加一個屏東縣政府辦嘅音樂比賽啊，兩辦即乜年想到去參加嘅啊？因為咧一個消息，縣政府發布出來，啊，同大家總查講啊，縣政府啊，去比賽體界音樂雲山的音樂合作比賽，大家去參加，哦喲，大家都講，哦喲，冇一定講唔係，嗰時我哋大家都可以上網練習，嗰時咪練習，咁樣我哋都用一個那啲客家歌啊，客家世界，因為一條歌呢，佢好聽，又佢有魄力，佢有魅力，打起來呢，佢生動，佢好聽，嗰時我哋都用一條歌去打，打都得到雲山體界第1名。哦，第1次比賽都第1名，啊你後尾還有參加嗎？後尾還有，第1次沒還有。哦，第1次，啊你期盼呢都更加能參加2擺啊？2擺係。哦，啊你劉太講頭都有講也有參加嘛？啊喺第2擺唔負責係乜嘅部分呢呀？我負責嘅圖版第1擺呢是，他喺度鄉下無乜嘅用劇嘅樹，一手搖鈴樹狀劇嘅腳筋帶，發出音樂出來。佢都客家世界，啊用太鼓，啊將我太太都打太鼓，咚咚咚咚，啊你劇都火啊！
第一排更简单，第一排更简单。啊，第一排呢，我就加打个非洲鼓。哦，非洲鼓，哎呦，厉害呢！啊，你用来练习吧？哦，练习我打到15强。15强哦，哇！打喺踢太啲嘛，又係。佢太啲打，佢太啲啦，踢太啲啦，打到5強。啊你劉大哥，除了你牙嘅非洲鼓之外啊，樂團地邊還有其他乜嘅樂器啊？哦，有幾多呢？有嗰個像個寫竹板。哦，竹板呢？也有牛鈴。咚，有山，有木魚。哦。有鼓誒。都啊，感覺青島嘅樂器30人嘅呢，哦，安尼聽講咧，咁想象一下，哦，嘅畫面啊，同嘅音樂有真壯觀嘅感覺咧。係真爽快，聽起佢好壯，嗰種放入嘅樂隊嚟一排一排咩？係，嗰種你打馬嘅呢，我認真彈，我認真學。喺上台表演時，當然都唔會有差錯啊。哎呀，有老人家總批講，哎呦，我學嘅一個音樂之後啊，我書變靈發嘅，我彈啲也變好嘅，會唔會話呢？有哦，係哦，佢個好，我書腳改好嘅你講佢彈得到嘅哦，安尼嘅哦，呢啲心靈上啊，感覺佢歡喜，佢快樂，因為我要參加嘅樂團，佢自己表演俾人看，啊，最看到自己有咩音樂樣咩，也來到覺得哇，阿妹安慰哦，80人4萬會打鼓哦，將我哋沙期有一個發動嘅時候，上嘅聲音會過來，不過我哋一個照顧關懷師成立咪，對我哋沙期嘅老人家嚟佢太幫忙，因為個聲音嚟家家最多不上班咩，冇人照顧咩，一定都該基本旅遊。哦，談講嚟真是在特別驕傲嘅一件事情咧，哈！觀眾朋友，聽下劉大哥嘅分享，哦，一個沙期起點，青島嘅故事真精彩呢，哦，我哋休息一下，等下見到好聽嘅故事，我哋馬上過來喲。有個5九歲嘅歌舞樂團，唔係歌舞，係歌舞樂團，係咪真神奇呢？佢哋還有兩版精彩故事呢，繼續嚟請教劉大哥咯。劉大哥，頭先有講到唔能出去表演，有青島嘅比賽嘛？又有看到唔能現場帶來很多嘅獎牌，唔可以同人紹介一下冇？一條獎牌係哪度比賽來嘅呀？哦，佢踢得劍嘅都踢界有14隊嘅隊就對。銀山站的第1名。哦，一個係一片的嗎？對。哦，第一的，油燈的吼。油燈第1名哎。哇。金子獎第1名。佢有14隊參加。第一排也個都有609個人，28隊參加。哦，越來越多人咧。我哋得到銀子獎第1名。比的呢，所有參加隊伍呢，都有我哋5九沙期關懷基地。打嘅客家歌嘅，第一屆都打入嘅客家世界，第一屆呢都打入嘅客家版嘅18姑娘。哦，18姑娘啊，18姑娘。能比賽嘅18姑娘用版去表現啊，頭有講到能有打嘅非洲鼓嘛，還有其他用版嘅呈現嘅方式啦。其他呢，因為我哋中間呢有一個表演時節有非洲鼓，有三角鐘，有個竹板，個中間呢，我哋有一個參加有個讀一個詩句，念詩歌啊。哦，念得咧，念詩歌。哦，乜嘢去念啊？唔係喺劉大哥唔係。我老妹嗰個念都明白咩？係點念也不能彈，好冇？好啊，好啊。18姑娘一蕊花。前向雪拍也合法，群cam傳家有實忙，多情阿哥想成家，天長時節好歸家，天長時節好歸家，中間有參差一個詩句啦。哇，劉大哥唔該厲害呢，你念出來，真是有感覺個，演奏到一般中間的時間，念嘅咧，佢嘅氣氛完全都冇共用，完全都冇共用。嗰陣平時嘅話，我哋要擺打嘅18姑娘，該柔美該協調，
28队中间呢，我哋呢踢得出场，因为我哋呢最多人，36个人，其他那20人30，嗰種唔係走出場，就踢得參加比賽，踢名，踢得參加比賽，嗰種參加比賽，他個壓力幾重啊，壓力幾重啊，大概講我哋志在參加啦，唔好得獎，其實大概呢都幾認真，喺練習。他計嘛，佢講啊，假使我哋要得獎，他計嘛，佢歡喜啊，係咪？就安尼有一個肯定，哦，你們練習有咧成果。安尼就睇過，除了一個係我哋平常人嘅比賽之外，還有看到後背還有其他什麼？也有啲呢，有一個參加平常人之外長青運動會。哦，運動會。明年就有得獎。哦，我哋那帶啲來，我隔壁個呢，一個平常人之外。健康廚藝比賽關懷之前做出嘅，也有得獎。嗰邊呢都會明年呢評鑑，我哋得到特優，一直以來今仔日7年，一直以來都特優。哇！安尼5歲這個也個關懷紀念成立到今家，哇！真是幾厲害呢！你看，能運能武運動嘅也做得，唱歌比賽也做得，哇！一條總批真係太厲害嘅啦！嗰時留喺一點，他講5歲有來哦，他可能可以見咗。我以為下禮拜他又講5歲來參加，可能一拜都乾脆唔好報名。因為呢，今仔日有第3屆嘅，第3屆我哋有參加。第3屆時間呢，有一個老人家團孫呢，同我合作音樂比賽。安尼就睇過，會唔會大家講，我哋參加比賽到今家，會唔會有人講我參加按道拜嘅，想講我休息一下唔好參加，會唔會有一種嘅啊？因為呢，一拜我哋啊，上我嚟挑選啊，唔知按樣輕鬆攞緊啊。老人家唔會去會看啊！哦，然後表演啊，都冇講係去。我哋30杯，佢有前20杯，前20設備嘛。唔知樣先啊。嗰個又咪嗰上攞緊嘅事情。唔怕，天天咧就總會有個辦法嚟嘛，嗬。安尼就睇過5年一比賽，安尼喺頭都有聽到講5年嘅樂器啊，5年嘅樂器，我看到，一條樂器同人哋印象之中嘅樂器，真種冇乜形容呢。唔可以同人哋設計啊嘛，係咪自家做嘅啊？係啊，係全部都自家做嘅。係哦，阿能設計一下吧，我看到真多神奇嘅哩。而家攞前設計鐵行路一個油漆桶嘅。等一下，有睇講一個油漆桶嘅，阿能該不會要拿這個油漆桶嚟做打鼓嘅吧？係啦，油漆桶嗰度打鼓嘅啦。真係㗎，阿能示範一下。係一個鼓棒呢，都用客家嘅鼓嘅呢，嚟踩。但係打一個水中打天后堂，中高音。你30人嘅音量上，仲要打佢洪亮，佢好堂，尤其是一個打高山青嘅天后堂，高山青。真有個節奏感呢。你頭先有睇講中大音其中可以嘛？頭先打中間呢係高音嘛？中音。這樣樣高音順後嗰張係高音，哎呦，真奇妙呢！還有呢？係咪要記啲主辦都按嚟打主辦？主辦呢？頭前嘅嘛？係頭前咧寫主辦，睇主辦。佢嘅兩個歌呢都用我哋用嘅唔係用風刀，我哋用道地蓮。道地蓮係嘅我啲以前嘅伊咧師傅記得有個蓮咧砰安尼砰嘅嘛，地方人哋會播過嚟。都全部道地蓮。今年咧差別停啊，怎麼佢想到用道地蓮？道地蓮生個清脆個好彈。我叫你去做沙蓮咩？係做沙蓮，都兩係沙蓮。這樣嘅都鳥蓮都用黃梨乾條種嚟烤，佢香，佢好彈。佢都手搖蓮都用一個薄透片咧，嗰嘢煎量咧合起來，用一個發布嚟撻，撻個能量嘅力量咧。哇！有睇講人做乜嘅？會按有想法講，全部樂器也要自家做呢？因為大概面到我買得嚟幾多錢？安尼嗰種冇嘅，我鐵擺也卡嘅。佢嘅木機都用電的咧，佢好彈，一彈咔咔咔咔。
哦，一定响。原來連那個徛嘅也做一個樂器哦。手搖鈴，電徛嘅。哦，啊有創意呢，你全部係你自家想出來嘅嗎？自家想出來。哎呦，哇！安尼欣賞，聽到人家嘅創意時節，欣賞會唔會有講，還可以加上乜嘅變化？我哋吼就請一個朱宗慶打擊樂團嘅專門嘅老師。哦，名師呢？叫做周清平老師呢，專門教我哋。佢音樂呢，教樂清音樂呢。會罵人咧，罵人啊！老人家罵哦，他爸講，藝術家攞本劍罵。啊，基本先生罵會講，安尼算嘅啦，藝術唔好嘅。唔係，因為呢，大家人講啊，我哋講，咱都唔曉得打，我要練啊，佢就唔會，全部人都中央要參加。哦，親友之喜，親友之喜，係啊。安尼發大家除了一個自家做，有其他真實嘅樂器冇？真實嘅樂器，我哋有一個鼓誒，非洲鼓嘛，像非洲鼓一啲，還有一個那個太鼓，我哋要買太鼓，有錢嘅時間就買太鼓。後擺我哋替代目前替代時間咧，成績表現我哋用垃圾桶，大中小，大中細，大中嘅我哋都太意思啦，冇乜嘅，但垃圾桶。從我哋那個鮮明形容咧，喺環境個困難嘅時節，大家都會想到有其他嘅變化，用無形樣嘅東西來產生無形樣嘅效果。走。安尼劉太講，唔能講，其實老人家其實對一個關懷祭典啊，也係甚至於講參加一個樂團嘅練習，其實大家都真歡喜，也真喜歡。安尼陸卡誒，國小上嘅學生人啊，今年聽到講，陸卡睇年啥來參加一個，今年除了有其他乜嘅回饋，也係講歡迎冇。因為呢，陸卡老人家來參加關懷祭典，我哋關懷祭典呢，上一次最多些嘅98歲，因為舊年嘅亡生呢，伊呢每次都我來參加，這一年呢，佢優秀喺台北喺美國度，明年我歸來看到也把成發改好，要關懷祭典我照顧伊，伊都歸來伊呢，都會回饋俾我哋獎金啊！其實也鼓勵講，也關懷祭典可以繼續，幫我哋加出，幫我哋用改道，不過改道生意嚟改道位，不過我哋呢，而呢建築嘅款項也改道。看到能表現安好，大家也鼓勵啦，也幫順勢幫人支持安尼。係談講啊，除了一個正向嘅支持之外呢，有嘅沙期地杯，像吳水地杯，有嘅喺度係隔壁嘅感情唔好嘅，嚟到鴉片嘅感情又變到幾好嘅，係唔係有一個風？改道喎，留到隔壁連山攏擺老人家會潮濕嘅呀，係無講法嘅，無講法，來去嘅呢，他家講啊，你講，他家都好起來。劉太講上用辦會有安尼嘅變化啊？因為呢一個團體嘅成法呢，唔能單單即冇錢講法就重要咯。你要參加嘛，總係8人強隊打字嘅人去講下嘛，都會講法嘛，自然都會融合。我乜嘅之前係唔可以化解嘅啦，慢慢嚟都他嘅感情都親好。真是睇表演嘅時節吼，也要有人講嘅默契，要合作嘅夾線，然後唔可以表演嘅時節，從唔頭都講嘅放炮嘅。你睇講人哋放炮嘅時節，對一個團員嚟講，見人冇有乜嘅反應。一定佢唔好啦，佢快些咩？佢快些，也是家家哋練習嘅時節啦。只是表演嘅時節唔會啦。唔會。他看到佢專注力啊，表演佢專注力，看自評老師自評那，他佢專注力。嗰種我哋喺表演嘅時節，我哋那更注重講大家要有笑容，要有笑容，因為緊張啊，老人家緊張面碰觸啊。緊張嘅時節面都會碰觸。錯啊，話你啊，嗰種我哋嗰種你講，人必須改好，笑容講冇很好。嗰種又咪講啊，我哋得到提名過後呢。屏東縣政府到2018年、2019都要成立一個屏東嘅燈會。要舉辦一個燈會嘅時節。燈會嘅時節，有縣長嗰個屏東縣政府嘅長官呢，邀請人哋去表演。哇！能有去表演哦。我哋呢，因為燈會嘅過程嘛，我哋最後一安排嘅
最后一个表演压轴。哦，人压轴的中的压轴呢？压轴中的压轴，吼，佢几十万的人在看，老人家上啊安泰舞台在看，非常的欢喜。是到全台湾这种影视界的593，影视界的593关怀记者的按牛发力的老人家，越发越严强。哇，这个故事係咪真精彩呢？哇，593殺氣真是厲害喲！見到精彩故事，讓你休息一下，馬上過來。593劉太國嘅人嚟講團啊，談風來係咪真有法律又真健康呢？唔過啊，也係有幾個問題想去請教劉太國一下哦。劉太國條都有講嘛，唔能有去個像電費安泰嘅場嘅去表演，會唔會老人家臨時啊會輸警察冇看到安多人？其實啊，有個老人家啊，他係當然到最會緊張嘛，因為呢，我哋電費嘅時間呢是最壓軸的9點人，佢說。楊志武嚟搶遊覽場，我哋2點人落去嘅呢。哇，下晝2點啊！我等到8點，大概你等到可以緊張，因為年都可以緊張。其實呢，我哋就等講啊，連練嘅研究呢，唔是緊張，相對安多嘢。嗰個老人家呢，如果同事啊來到，唔可以看藝表演咯，安泰舞台哦，嘅安泰舞台表演呢，本他個原是當我哋593嘅。一個高馬大字嘅台，593嘅老人家呢，按有法律上到安泰舞台嚟表演，實在冇簡單。哎呀，冇講像劉太公人老人家，像人哋後生人，可能也冇一多年有安尼嘅機會嗬，一到萬人嘅面前上到安泰舞台去表演，咁麼？哎呀，安尼劉太公人表演啊，佢頭先有講到年紀過大，甚至於講坐輪椅嘅總比佢哋也有上台去表演嘛。睇嘅泰舞台咧，人冇去表演，普通一般嘅呢會去表演。哦，種我哋沙琪啦，或者嗱會教會去表演，因為也嗰唔方便啊。我哋要帶很多東西去啊。有時隻舞台要高高，我要危險嘛。啊，因為演政府啊，因為安全期間佢就盡量我啊冇都過好啊。因為就問到講，頭有講到嘅90人歲、80-90歲老人家，佢哋其實講冇方便之外，佢哋也有練習吧，佢哋應該有想講，可以表現一下俾大家看。假使講佢哋冇上去嘅話，佢哋會真失望哦。又唔係啦，嗰種我哋去個泰舞台表演嘅時候，我哋要樣是協商，我嘅協商協嘅咧，每個老人家咯，愛西裝上邊佢，冇存起來啊。真難得啊！生意冇冇去安尼。上台嘅時候看到有條裝備，可能馬上都後生19歲錯嘛，馬上都真有精神咧。係啦。安尼劉太公人家嘅比賽啦，發通一條嘅，記得講，沙期地方有青島嘅課場，係咪對一個課場開始將建立種能有一條比賽嘅基礎啊？我哋今日來講一個我哋關懷紀念課場，因為我哋課場每週也都有安排課場。8點30到9點咧，來報道都健康管理。健康管理要用啊，量血壓、量體溫、量體重，也都一天來先到9點。管擺大家嘅身體狀況。講話大家身體都反正每禮拜來都見到呀，體得到健康管理。體以後咧，可以做一個健康操。9點開始到10點，喺中間咧還有時間咧。都搞一點跳舞，跳舞。10點到11點咧，我哋安排節目，可能近邊安排打擊樂都搞打擊樂。喺安排健康講座都健康講座。講安排講靜態嘅，我哋做靜態可能某個活動。我哋沒有靜態，我哋沒有桌遊啊，某個有桌遊啊。或者疊樂啊，某個買桌。嗰度嗰豐富嘅節目，唔係單單按嘅吼，你冇見改變嘅老人家，人跟住見打擊嘅啊，唔係去喜歡。又要叫時間久嘅，又要開啦。做嘅時間久做。都假咪冇嘢咧冇用啊，冇嘢咧冇用啊，本件咧。你劉太公有個課程嘅設計係大家討論嘅呢，還係有請老師提負責？
一个课程出去呢，因为我哋要派一个生活辅导员去验生活数据，伊连几日呢要安排，要讲，比如来讲讲嗰啲静态活动，近边来畫一張圖，開始嘅時呢，一啲老人家呢，佢都冇拿過蠟筆啊，也唔曉得蠟筆我前面，佢都唔識使用長咯，唔過就學嘅，慢慢呢改唔夠，人家見學嘅改太房改夠，但大家都天學，他的想象力真那你咩唔到啊，就一張圖啊，我哋影片嚟揾彩色。講你咧猜這啲方法都冇重要，老人家裝渣猜這都冇重要。可能有這個嘅看法，這個嘅想法。錯。我想我哋把每個作品嚟都調啊別行講。嗰度真係佢會看，嗰樣也未花用，可以剪裁用。安尼，劉太公，你呢有個課程啊，其實你頭都有講一禮拜算100嘛，吼，一禮拜100啊，一整年差唔多都上400嘛，4堂課。更加咧。一禮拜2拜，有一拜呢都會拜6個拜2都老年延緩失智的課程。哦，那個課程內容係乜嘅呀？延緩失智課程可能你打機嘅，或者你嘅乜嘅動態嘅地位，學嘅提示能嘅地位，一期上面嘅，也都政府規定嚟講啊，延緩失智，延緩失智啊，我哋最主要是禮拜5都拜課程。講嘅打機嘅啦、衛教啦、靜態活動啦，嗰度乜嘅，我有啲我老妹嗰個講客家粵語講客家故事嘅。哎呦，佢講請嘅先生嚟講客家嘅故事。做劉面法老妹嗰個講。哦，安尼老人家佢會唔會講？其實有啲故事從來聽嘅有冇共用嘅呀？哦，伊講故事真好聽，老人家真好聽。民間喺度安排住。哦，係尼。我對人哋客家文化有一種推廣嘅方式咧，吼。全部，因為嚟講我哋一個關懷事咧，全部幾乎都客人啊。全部講客嘅，嗰種改學教改學嘅。哦，安尼其實。談好嚟，除了課程好事外咧，最重要係講，其實老人家睇下講白幾點，見人前度可以交流嘅對象嘛。可以嗱，可以交流咗來意啊！唔看到，哎呀，嗰叫我可能可以要巴之學講。嗰種農白唔可以咧，講嚟講到大家會客氣來，大家都學都學氣來。有啲算對內部嘅啦，又嗰時講對外。對我老輩人嚟講咯，有一個劉太公，人老人家總批會唔會想講，來帶人哋老輩要人客啊，來去留了5嚿水，有一個想法，有個做過一種事情冇？有啊，係哦，係啊，佢想講老輩人來留啊，將啲要同啲來留啊，又會講啊，條仔要看電視啊，又會講啊，5嚿大紙嘅嗰要命啊，又會幫人哋表演俾人看啊，現在嚟留5嚿水。留多咗你可以睇下哋嘅是風味餐啊。哦，是好吃的東西，是好吃的東西。老了5嚿水，有老了5嚿水地杯。哎呦，觀眾朋友，安尼好高嘅喲，來5嚿水可以看表演，還可以是好吃的東西。安尼，劉太公，假使講我係人啊，5人沙琪，更加來到5人沙琪來聊，人更加呢可以帶人留了一下5嚿水沙琪嘛。5嚿沙琪咧，我哋5嚿沙琪咧是全台灣省全國唯一的客家聚落保存的一個村莊。全部98%都客家人。當然我哋5嚿沙琪咧，最主要是客家播放。客家播放最主要。青島，有中式、吳式、青島客家播存得真完整。睇咧，其實最大部分來留呢，都係劉氏宗祠。劉武嘅祠堂。劉武祠堂。劉武祠堂咧，建造於154年。89年咧。有156年嘅歷史。嗰時候佢哋古色古香，清鬧。來時咧，應當同人哋沙琪沙琪發展界別聯絡，因為我哋咧要專門嘅導覽人員。導覽嘅先生。我哋批准10個位導覽人員，要會帶人落。每個我走馬看法看一看。係啊，安尼首先看下嘅5嚿水劉武祠堂之後，還有乜嘅可以去看嘅呢？我哋而家最流行嘅咪都飄飄河，係咪？去搞水，係搞水，搞水，因為
佮有一条鬼枪的河坝，去东方漂啊下飘飘河，其他飘飘河这样呢，有一个健康步道，可以直接行到4口水，差不多4公里，也可以好高，可以好高。有睇講，人喺咩萬世都睇嘅河壩地方安尼高嘅啊！係啊，我哋萬世嘛睇潮水啊，係啊。哦，嗰一項呢，嗰時候唔講5口水對條壩都更加有個環境保持啊，係嗰一項呢哦。安尼嘅風味餐啊，人哋教起嚟食東西，條都唔講嘅風味餐，基本內容有乜嘅啊？基本內容有客家小炒，台炒，台哦，炒竹蟲咧，還有饅頭豆腐，嗰度嗰度炒麻油椒，鳳肉、扣肉、鳳肉多肉，八菜一湯。是個人安尼是，哎呦，食幾好呢？係食幾好。安尼就睇講看，人早期地方老人家除了靠一個表演，佢能親自家嘅自信，又可以去學一個課場，訓練自家嘅身體啦，有一個數嘅練法，又可以對外，人還有培訓一個討論人員。嗰時候一個早期嘅關懷基點，對老人家嚟講真是幾重要呢，幾重要，也對早期也幾重要。係幾重要。人自家對未來嚟講，都有對一個早期基點有乜嘅規劃嘛？還有乜嘅規劃？喺度做目標嘅事情嘛？好，我哋更加規劃都講想去參加第3屆嘅影閃閃嘅比賽。嗰樣呢，我哋呢，將更加呢要慢要做一個長徑運動會，我哋咪得準備，得準備。嗰個改道慢慢嚟改道，要安尼，我連續下落去嘅活動一定冇有。將係明年一個松樹俱樂部呢有辦活動，有話母親節啦、父親節啦、重陽節，我哋會幫一個關懷之點嘅老人家上去表演，唔單止表演打擊嘅，會表演舞蹈，學開道。嗰個人可以機會可以參加。也多元化嘅安尼啊，我做改有嘅啊。也希望我，唐風嚟，其實未來嚟講，其實大家繼續嚟參加一個早期關懷基地，希望啊，每一年都可以健康1000，係咪安尼？係啊。觀眾朋友，今日呢劉大哥帶來嘅故事係咪真精彩、真感動呢？原來5口水唔單止可以好老了又好吃的，還有一群安定寧夏嘅裝備哦。大家記得有閒去老了嘅時間，可以來看一下有條裝備，順勢同佢哋聊一下哦。今日呢再一次感謝劉大哥，唔帶來安精彩、安好聽嘅故事哦。感謝你，感謝主持人，感謝各位觀眾，大家好，感謝。有時間呢來5口水了，人家地方來5口水看我哋5口水關懷處嘅老人家大致嘅本人看，多謝大家。好喲，我哋也唔好輸一條裝備哦，評論先生來運動一下，健康1000吧。各位觀眾朋友，大家好，我係永平。今日我教大家係親子瑜伽。你哋小朋友過來冇？要睇看冇？請你哋同我哋同下來做運動哦。今日我隔壁嘅小朋友阿莊，我嚟同我同下來做示範哦。能準備好嘅冇？準備好嘅，請你哋放起來，嚟同我哋嚟做運動嘅哦。運動之前一定要嚟做暖身哦。下能同下來一下來做暖身操，好，請我同我調啲上面看，下面看，右邊看，左邊看，來繞一個陽圈呢，繞圓圈，來做四圈。兩圈，慢慢地撈，3、4，好，來換邊，來換邊咯，1、2、3。
来同个树来慢慢的捞养起来呢，升空来，耳朵上面，再来下面，弟弟背捞，再摆上下。好，跟过来，树用个叶尾，好来捞，叶尾养起来呢，一看来挖一个养，2、3、4，好来弯片的哦，换边1、2、3、4，好，来慢慢的可能性，树可以慢慢的可以，苗会都听来下么？好，慢慢的下去，苗唔都唔怕，小朋友要加油哦！好，可能性可以苗都听来么？好，再红来，尾椎，叶尾。最咪跳拿，好，尾数伸出来，好，侧弯腰，还记得咯？可能声音呢，树有伸出毛哦，好，来弯片，侧弯腰。慢慢的过来，瑜伽呢最注重的是腹肌的训练，今日着重在腹肌同背肌的训练哦。好，来，踢的动作来，仰卧起坐，来，像呢小朋友抿下来，好，再过来一些些，好，抿下来，呢，太人呢可以瞄伊的脚，好，身体呢。用的也后脑勺，来思考那些呢。好，1、瞄到你的脚起跳。好，如果他没办法的，我们可以帮助他来，树可以帮助他红来。好，如果他的腹部还 OK 的，我们就可以思考那些以及改来做3来做4号4。加油哦，很棒哦。6、7、8、9、10，好，抿下来，躺下来，好，树，好，那脚伸出。好，可以帮他放松他的肌肉，腿泡泡嘎，增加你的亲子关系哦，亲子的感情哦，帮他按摩一下腹部。好，跟家问妈妈哦，来问小朋友同爱绑住爱脚。好，嘿小朋友厉害呢，还是太人厉害呢？来可能性哦，是好哦。1、2、3、4，好，看你马上做是哈。好，小朋友同妈妈来按摩肚脐，小朋友来泡肚脐，轻轻的按摩肚子。好，
好，轻轻的按摩肚子。好，倒车呢，小朋友，好，放起来。好，更加呢训练你的背肌，跳哪题呀？头在这。好，一样趴着哦。好，注意哦，脚一定要仰在天来下，不可以翘起来。好，可以推板轮椅的脚。好，像会扑背的呀，因为我们的会扑背，如果你的背肌的这个力量不够力量，所以我们要多做这个运动。好，背肌的训练。好，来哦。好，一，好下，是哈，快是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，很棒，好嘞，好，趴着，好，腿不能泡泡噶，臂不用耸，好，腿的肌肉不用耸，平常时都可以，臀身呢，安尼通下做，好，冇必安尼重背，好，更加1太热呢，爱来比赛好嘛 ？Give me 5， 耶！好。一样哦，太热了就是哈。2、3、4，太热加油哦，是哈哦，冇输本身的哦。好，臀妈妈泡泡噶，来帮妈妈按摩一下。平常时啊，腿可以做安尼练习，好来增加你的亲子关系。好，拍拍。好，谢谢小朋友。好，再来哦。那边来闪动哦，小朋友来过闪通。好，太热咯，别来闪动，记得咯，脚要伸出，浑身呢喘过去。好，再过去。好，来做4个，好过去。3，好过去。4，好，更加。我来挑战太热呢。身体呢变闪动，太热爱喘过去。我记得咯，小朋友唔可以弯下来，冇会看到妈妈哦。我记得咯，哈，可以哈。好，我挑战了哦。通过，再来哦，有厉害吗？通过，好，小朋友可以放起来，同这个拍手。哦，很棒！最美的动作溜滑梯，好，好，小朋友可以给，好，2只手，系用喺天下下，记得嘅数字，好，弟弟背冇变安尼哦，好，弟弟背，好。来1、2、3，空来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，好，慢慢的空起来，起来。今天的动作好不好吗？好不好哈？好好运动，俺能下班能来了。